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有科技艺术奥斯卡之称的林芝电子艺术节，拢是咧展览着全世界上界许多的创作者的作品。咱清华大学的硕士生周巧琪甲胡悠扬嘛有去参展，因研发的这个仪器会当控制互联豆仔的生长。除了为学校来成功，嘛将做台湾上少回新锐艺术家。 用速食画面翕到每日工，用光照16点钟10几工后，这个豆仔影就发出来啊！美术是逆天鱼，四角形、圆形、三角形的，这毋是用人去拗的，因讲是物立体列印机。会使摄360度，敢若地球仪的仪器，有一粒电火波啊，控制事物向光性的生长，结合 AI 人工智慧分析数字。 将这个生长过程用手甲画出来，把资料带入进去，再转成马达转动的角度，这样旋转的把一个豆芽菜的形状去旋转出来。这个再用清华大学的标本去永久保存。毛公生是清代硕士班22回周卡奇甲同学吴悠扬做伙创作，名叫做《生物信号无穷》的作品。这个是中间轴，这个是横轴，这是第2个轴。那我们在最下面还有一个轴，就构成它的3维结构。 今年顺利入围日本的 UFAT 全球创意奖，又搁接受邀请参加奥地利林芝电子艺术节，甲规称名全世界一流的创作者共同参展。两人是参考日本用木做出来四角形的丝瓜，变成台湾上个少年有实力的艺术家，或者个创作的软实力，透过这个豆仔影点点啊开展。